雄小港呢，昨下晡一台轎車看這個畫面，哇，頭前沙石啊，後壁貨車，伊煞總要業在中。警察在第一時間認為是因為這台轎車伊本身啊超車，所以造成車禍。不過車主非常的不服，伊家己去找畫面，所以找到你即馬看到這段畫面，對面的角度翕過來，才發現啊。其實是因為頭前的沙石車去變換車道，煞總弄到伊這台轎車業在中，所以即馬要提出抗議啊，講規個車禍造成的原因嘛，警察理唔對啊。車你使行，對方一台轎車，敢若是弄到分隔島，換一個角度來看。當時轎車切過沙石車頭前，才弄到分隔島。駕駛講是好沙石車下着，這地施工角度偏去，衝到對向的車道。也毋過想無是安怎事後，警方認為講轎車無妥當去下着沙石車。後方遭受到撞擊，然後導致我們偏移180度，到最內向車道與第二輛貨車發生碰撞，再飛向對向車道。肇事司機呢，他是對着我的先生說：“不是我碰撞到你們的，是後方與我們發生2次碰撞的貨車碰撞我們的。如果你沒有撞到我們，我其實是不太懂為何你會留下來，何來為什麼會有我們車身的車漆。”因為這個車禍有著傷，一個車頂這個人講，昨下晡2點外，因翁載3個月大囡仔甲伊經過高雄小港中山四路發生意外，警方第一時間調查的時認為講是駕駛超車無妥當。甲沙石車燒了，才去弄到小貨車造成意外。不過因事後透過這段小貨車的行車畫面，認為講會衝過車道是沙石車弄的。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筆錄製作上可能有點誤差，我們是沒有錯的，你們發布的新聞才是錯誤的。針對小客車駕駛的質疑，警方表示講會將相關的資料匯整予交通大隊去做分析甲判斷，會去調查責任甲發生車禍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